每一次見到呢一班嘅中國人不斷俾人講普通話嘅時候咧，以前我都仲話可以包容你哋，之但係近呢幾年真係唔好怪我多你啊！走得走啦，我叫你走啊！大家就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工作最近又有中國人因為逼人哋講普通話而引起極大爭議。咁事源就係近日網上面就流傳咗一條影片，咁就係喺上個星期張學友去澳門開 show 期間咧，咁台下就有一位中國 fans 突然大叫要求講普通話，不斷打斷張學友講嘢，而引起好多人嘅熱烈討論。一方面有啲人就認為可能嗰位中國 fans 聽唔明，所以先有一啲咁嘅要求；而另一方面有個人就認為呢一種行為野蠻而且極不尊重。咁就個人而言啊，每一次見到一啲咁嘅行為，又真係好想，我唔想見到你，你即刻同我唔係你啊！講嘢啊！唔係啊！講啦都話咁最討厭嘅係乜嘢咧？最討厭嘅就係喂一班人啊，已經唔係第一次咁樣噶啦，喂而且仲要唔淨止喺香港同澳門啊，係全球各地都有發生一啲咁嘅事啊！咁無論你點樣鬧佢哋又好，點都好，佢哋都依然繼續咁樣做，從來冇反省過㗎。你話一班人係黐線先得㗎？所以今日我就簡單整合咗一件事嘅資料俾你哋睇睇，一直以嚟啊，到底一班嘅中國人係點樣逼人哋講普通話啦？咁你最後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作出回應，同埋都想進一步同大家分析一下一班中國人嘅背後行為邏輯，即點解佢哋會經常咁樣做嘅啦？背後目的又係乜嘢咧？咁好啦，咁喺一條片開始之前呢，如果你中意條片嘅，俾我 like、share、comment、subscribe 我 channel， 又或者可以加我嘅會員頻道支持我噶。如果你想了解多啲，亦不妨可以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又或者係 IG。咁好啦，咁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咁近年隨住中國經濟上面嘅崛起，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啦，咁就有越來越多中國人啊，就開始走到世界各地啊，要求人哋講普通話，遷就佢哋。咁尤其是係嗰班藝人啦，咁根據我喺網上面揾翻嚟嘅資料咧，嗱真係唔係講笑㗎，揾完啦就真係嚇咗我一跳啊！咁就嚟係2023年陳奕迅喺澳門演唱會用廣東話同觀眾互動嘅時候啊，就突然遭到中國 fans 要求講普通話，不斷打斷佢嘅發言。而其後陳奕迅即刻講泰文啊、英文啊作出回應，並表示我中意講咩語言就咩語言，你聽唔明咪算咯。咁亦都係咁啊，就曾經引嚟一大班中國小朋友嘅出征，鬧到上微博熱搜啊，就話佢唔夠愛國啊！我中意啊，吹得我脹咩？哼，我係唔中意啊，吹得我脹咩？咁但係另一方面，當時啊都有唔少嘅中國網民就認為陳奕迅嘅言論係冇乜問題嘅。咁再加上陳奕迅後嚟咧都係為一件事作出道歉，所以就令到呢一件事逐漸降溫。咁而喺同年2023年，黎明嘅演唱會亦都係遇到有中國嘅 fans 大叫要求佢講普通話。咁當時黎明佢咧係有即刻轉 channel 用普通話去繼續講。咁但係去到另一場演唱會裏邊啊，咁當又有中國嘅 fans 要求黎明講普通話嘅時候咧，咁黎明就講咗句：你哋識聽廣東話㗎嘛？我對你哋有信心。咁再到2024年啦，咁張學友喺演唱會開場之前啊，咁就喺紅館後台停車場同 fans 打招呼，而期間又突然有一位中國 fans 大聲講到話：網上的演唱會能不能多說普通話？我從很遠的地方來的，聽不懂粵語。而張學友聽完之後咧，就好簡單咁回應咗一句：吔屎啊你！傻啦，講笑啫，佢就即係用普通話去回應學一下 ，OK。咁直到最近，之後一開始所講嘅嗰一件事，正當張學友喺澳門開演唱會嘅時候咧，咁台下就有一位中國嘅 fans 突然大叫要求佢講普通話。今次啊，對不起啊，對不起，我不能講普通話。有幾多人係講廣東話㗎？沒辦法，對不起，學一下廣東話。加油！咁之但你以為咁樣就完啦咩？傻啦，你就太睇小一班齋英文啦。喺2024年，韓國女團喺香港舉辦演唱會之後咧，咁就有中國 fans 喺小紅書出 post 批評香港的翻譯員在演唱會上面所說的韓文只翻譯為粵語，哇老爺，我們根本就聽不明白他是講什麼，能不能講普通話？我們真的奧蘭在逃。咁另一方面，亦都啲網民喺 Flag 嗰度表示，有韓國嘅藝人喺直播期間啊，就有一大班中國 fans 瘋狂洗版，表示聽唔明而要求人哋講中文，仲要打埋中國國旗出嚟，真係幫死人哋唔知道佢係中國人嚟㗎。而到後嚟，正所謂一石激起千重浪，就再有網民表示，早前有日本藝人直播嘅時候咧，亦都發現一大班用簡體字洗版，表示聽唔明，然後就不斷要求人哋講中文啊。咁除咗係一班明星有冇真人之外啦，咁其實連一般嘅市民啊，同樣都係遭受到一種嘅經歷，就例如香港人咁樣，一直以嚟啊都遇到有好多中國旅客以聽唔明為由
求，強迫我哋用普通話迎合佢哋。嗱，咁喺度就唔詳細多講啦。咁因為如果要講啊，真係講到天光都講唔晒啊，唔係講笑。咁所以喺度就簡單提下，俾大家參考一下啦。OK。咁首先第一個想回應嘅就係，根據上述各種嘅事件啊，哇大佬真係充分反映你哋有一班中國人咧係完全唔識得尊重人㗎。一嚟啦，我識唔嚟嗰啲藝人係用普通話講嘢啊，咁之但係人哋講緊嘢嘅時候，喂你哋無啦啦喺台下突然插把嘴埋嚟打斷人哋講嘢，係咪欠缺尊重啊？你老母細細個冇教你嘅咩？冇家教㗎啊！等人講完嘢之後再講有幾難啊？仲喺度話咩5000年文化喎，畜生咁樣。咁二嚟啦，喂你估全世界嘅人都識得講普通話噶嘛？調翻轉啊，喂你試下有個法國人走埋同你講話，叫你講法文啊，喂你講啊，點解唔講啊？你哋自己都唔識人哋嘅語言，咁你又憑啲乜嘢老諷認為人哋一定要識普通話，甚至係逼人哋講啊？三嚟啦，就每一個地方都有唔同嘅語言同埋文化，而香港正正就係以粵語為主嘅啊！你嚟到我哋一度居然要求我哋講普通話，咪搞笑啊？不如你又試下走到俄羅斯啊、伊朗啊、敍利亞、北韓呢啲咁嘅地方，要求人哋講普通話。咁更何況佢就係一班咁香港歌手，張學友又好，黎明啊、陳奕迅啊，喂佢哋靠啲乜嘢出名啊？係靠唱粵語歌出名㗎嘛？咁而你班撚屌啊，亦都係因為佢嘅粵語歌而去欣賞佢、聽佢嘅歌，甚至係追隨佢㗎嘛？係咪啊？咁係咁嘅人哋講普通話做乜嘢啫？即係就正如有啲人中意飲 Coffee O 都係因為 Coffee O 佢嘅本質啊嘛。咁你夾硬加個榴蓮落去，咁咪變質啦。咁所以根據上述呢3點啊，都可以見到你班中國 fans 嘅嗰一種橫蠻無理、霸道、毫不尊重嘅心態。唔怕得罪啲咁講句，有時候我真係覺得你哋有一啲中國人俾人歧視咧，唔係冇原因㗎，自己檢討下啦。咁第二啦，為咗等大家能夠深入了解一件事啦，咁作為一位社會學專業嘅人啊，就等我今日同大家進一步分析一下，點解有咁多嘅中國人成日都到處要求人哋講普通話㗎啦？首先第一就係中國人嘅消費者至上嘅心態，喺中國社會裏邊啊，普遍都係存在我俾錢就係大晒一種嘅心態。咁所以好多時候啊，嗰班中國人都會認為，喂，我有給錢買演唱會的票的，我是消費者，我是大冷賽的，你要服侍我OK。咁正因為咁啊，佢哋就會好自然迫使其他人要講普通話去遷就佢哋。第二就係霸權行為嘅邏輯，而呢個我會話普遍生活喺極權社會裏邊嘅人啊，都會有呢一種嘅特質。即係就正如一件事咁樣，有一啲嘅中國人啊，因為聽唔明粵語而要求你講普通話，其實佢一個嘅行為背後嘅邏輯就係我聽唔明，係你哋錯。係啊，聽到係好黐線㗎。咁但係冇錯嘅，黐線嘅。點解佢哋會有一種咁扭曲嘅心態嘅咧？就係因為打從佢哋心底裏啊，佢哋真係認為中國係好強大㗎，喺世界嘅強國，甚至乎佢哋只係認同普通話一個嘅語言，亦都係咁啊，就否定咗其他語言嘅價值，就認為普通話係叻過你、犀利過你、普及過你，所以就要你講普通話。而呢一個本身正正就係一個言語霸權。喂，大佬，冇嘢啊你？咁第三啦，就同呢一班嘅中國人佢哋嘅文化思想單一都係有關。咁由於中國長期都係處於半開放嘅狀態，除非係沿海發達嘅城市啦，係上海、深圳、廣州。咁如果唔係嘅話，即其實中國人嘅思想文化都係極單一。再加上近年仲要係受到極端民族主義嘅情緒影響底下，出街着和貨俾人屌，過聖誕節又俾人屌，咁所以咪好自然要求全世界啊都要圍住佢哋身邊係咁轉啦，咪即係逼人哋講普通話迎合佢哋啦。OK， 咁最後第四就係想進一步同化你成為中國人自己人。嗱，呢一個先係最恐怖啊！留心啲，留心啲啊！老實講句，你估有一班中國人真係唔知道你唔識講普通話嘅咩？佢可能知道噶，咁之但係點解佢都逼你要講啊？點解啊？為乜啫？冇錯，就係不斷同化你，要你認同中國嘅語言、文化，甚至乎價值觀。就例如2023年陳奕迅因為唔講普通話，俾嗰班小粉紅鬧乜嘢啊？鬧佢唔愛國噶，因為點解啊？就係因為佢哋認為啊，你說普通話，我們才把你當自己人，咁從而不斷同化身邊嘅人，令到佢哋個個都變成中國人啦。咁最後第三，我想回應嘅就係，作為香港人，每一次見到呢一班嘅中國人不斷俾人講普通話嘅時候呢，以前我都仲話可以包容你哋，但係近呢幾年真係唔好怪我當面屌鳩你啊！一嚟就剛才所講，就係本身一種嘅行為都已經極不尊重；二嚟就發現啦，呢一種嘅包容已經係慢慢變成縱
縱容，令到你哋變本加厲。三嚟就近年粵語就一直俾中共打壓，就嚟係2020年嘅10月，抖音就以系統識別唔到粵語為由，將大量嘅粵語創作者限流。2023年8月，香港有一個粵語保護組織港語學就俾國安處要求下架一篇嘅粵語作文，而最後仲搞到呢一個嘅組織宣布停運。再到2024、2025年，香港有度不斷推行普通話教育，逐漸取代粵語作為母語嘅地位。你唔信你睇下廣州啊，廣州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嚟㗎啦。早喺20幾年前啊，一大班北方嘅人南下發展揾食，然後就逼鳩嗰啲咩廣州人、廣東人都講普通話，再加上中國嘅政策又對廣東話施加各種嘅打壓，搞到依家廣州啊仲係識得講廣東話嘅人分分鐘就即係依班人嚟嘅啫仆街。喂，依班你啲非洲 friend 嚟嘅喎？我屌你個非洲啊，老港嚟噶。啊，老港？屌你啊！縮皮啊你！聽到未啊？咁所以喺粵語空間越縮越細嘅情況之下，即係有時我都會收到一啲中國啊，又或者台灣嘅觀眾都話佢聽唔明粵語，咁所以就要求講普通話、國語。係啊，我知道講普通話、國語嘅市場係好大啊，但係 sorry， 我都希望能夠用粵語去做好每一條片，咁因為普通話試啊嘛，咁我哋點樣啫？仆街啦！對啊，我普通話就是很爛啊，怎麼樣啦？其實最主要的就是我發現普通話的髒話真的沒有那麼好聽，經常說的是什麼嗶嗶嗶，我屌啦媽的，真的是什麼嗶嗶嗶，我用廣東話隨便說一句頂你個肺都已經比你們很高啲啦，所以真係唔好意思啦，粵語我都係會繼續講嘅，最多我加翻啲國語又或者普通話嘅字幕，又或者透過剪接去吸引大家去睇，咁無論你話個市場有幾細有幾辛苦，甚至你話傻都好啊，始終我都認為有啲嘢係總係需要有人堅持同埋保護㗎，就係咁。好明顯，我就係呢種人。咁啊，今日張老師，希望透過一條片啊，能夠俾大家了解多啲，即係依家廣東話、粵語係點樣不斷被打壓同埋抹殺。咁喺度我必須強調一點啦，即係其實我係對普通話唔反感㗎。你叫我頭先講得幾開心就知道啦。咁而我就即係針對一啲唔文明嘅行為，而咁啱做一啲行為嘅人咧，咁就即係講普通話嗰啲人咁樣咯。咁到啲互相尊重啦，即係我都唔會話想特別去鬧你哋啊，但你哋要記住，唔好再咁樣成日逼人哋講普通話，知唔知啊？好煩，好討厭啊 ！OK， 咁我今次帶咗一件事點睇咧？咁有趣觀眾亦不妨喺下面打分下啦。咁我咁多個咧，要追點嘅咧，中文subscribe 咗冇俾嘅球鐘仔派上出嚟搶先收睇，拜拜。做咩事屌你啊？咩事？做咩啊？爸爸搶到你個位係咪啊？你冇得瞓覺係咪？係咪啊？得㗎啦你，唉你真係。你永遠就係咁樣噶啦，你係咪啊？嚇，成日阻住爸爸做嘢係咪啊？嚇，爸爸等陣先同你玩好唔好啊？爸爸拍完片先好唔好啊？係啦，乖啦。等陣先同你玩啊嘛！你咁中意玩都有佢哋，你淨係成日掛住玩就你係咪啊？你冇得救噶你係咪啊？啊最近啊，我教薯條睇書啊，你真係唔好成日掛住玩，知唔知啊？多啲做下其他嘢，睇下書，知唔知？知唔知啊？你冇得救啊！你睇下你哋係。成日都唔聽我講嘢啊！你依家，落翻去，係啦，爸爸做嘢。